唔少人認為，所有社會企業都係慈善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，係咪真嘅呢？不如我哋一齊睇下阿珍嘅故事。阿珍喺一間麵包店工作咗好多年，佢一直都夢想開一間自己嘅麵包店。某日，阿珍將佢嘅創業計劃講俾屋企人聽。我諗住僱用殘疾人士，希望可以經營自己嘅生意，同時為弱勢社群創造就業同培訓機會。咁你係咪想開一間慈善機構啊？唔係，呢間係一間真正嘅麵包店。但你哋會依賴捐款，係咪？仲要降價促銷，博取同情啊？雖然家人對於阿珍嘅計劃持懷疑態度，阿珍依然做足晒準備。佢知道要產生持久嘅影響力，佢嘅麵包店必須具備商業可行性。佢同一位與佢志同道合嘅資深麵包師合作，共同制定咗一個全面嘅培訓計劃，確保所有殘疾員工都能掌握烘焙技術同服務技巧，引入電子信息系統，將複雜嘅烘焙流程變得更容易管理。經過一段時間嘅籌備，阿珍嘅麵包店終於喺一個繁華嘅購物區開業啦。最初嘅幾個月充滿挑戰，有啲顧客期待減價，因為佢哋認為佢間麵包店係一個慈善事業。僱用殘疾人士真係有心啦，想幫襯你哋，但有冇得再平啲啊？另一啲人就心大心細，擔心產品質量冇保證。唔知殘疾人士整嘅三文治好唔好味呢？但阿珍始終堅持專業標準，認為優質嘅原料、精湛嘅製作同埋具有市場競爭力嘅售價係成功嘅關鍵。6個月後，麵包店嘅營業情況果然改善咗，老顧客唔再係因為慈善而嚟，而係因為美味手工麵包同糕點。有企業客戶為佢哋嘅活動訂購食物，呢啲訂單唔係出於同情，而係因為阿珍嘅產品一直都係追求高品質。阿珍不斷改良工作流程系統，令食品品質比好多傳統烘焙店更加穩定。2年後，阿珍成功開咗第2間分店，吸引到傳媒嚟報道。當記者問到佢間麵包店嘅資金係唔係嚟自捐款時，阿珍好自豪咁同佢哋晒本賬簿。豐厚嘅利潤被阿珍重新投資，用於擴大培訓計劃同埋開設新門市。佢屋企人終於明白，阿珍唔係開一個單純尋求幫助嘅慈善機構，而係一間透過市場運作，成功創造具持續性社會影響力嘅企業。阿珍嘅故事我哋暫時睇到呢度。所有社會企業都係慈善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嗎？事實係，社會企業係肩負社會使命嘅企業，而唔係慈善機構。佢哋嘅主要收入嚟自產品同服務嘅銷售，需要透過商業活動嚟持續營運。社企同一般私營企業一樣，都可註冊成為公司，而唔單止係非營利組織。佢哋同企業一樣需要自負盈虧，但係賺取利潤唔係社企嘅唯一目標。佢哋要將唔少過65%嘅可分配利潤，再投資返喺自己企業度，以獲取更大嘅社會效益。請思考下，喺你所生活嘅社區，你認為邊啲社會需求可以透過社會企業嚟解決呢？點解挑戰我哋對社會企業應該做乜嘢嘅假設咁重要呢？點解以社會企業模式，而唔係慈善機構或者非政府組織模式運作，可以創造更具持續性嘅社會影響呢？如果你想多啲認識社企，歡迎掃描熒幕上嘅2維碼，了解多啲社企資訊。請喺評論區分享你嘅睇法同經歷，同我哋一齊探討，一齊支持彼此。